没有影像。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因为设备的问题，咱的迄个镜头可能恁无法度看到牧师，总是咱由原要用直播的方式，将声音放出去，做伙甲大家来敬拜上帝。愿主甲咱做伙，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有缘会当甲主三亲近。这是咱同心来祈祷，被上帝伫你的面前，我搁一摆献上感谢，感谢你的恩典的疼痛伫阮中间，保护看顾阮，互阮伫过去即礼拜中间，虽然疫情真危险，总是你互阮每一个人，无论伫厝里，也是伫工作，也是伫生活中间，拢有主你亲身的看顾。愿主用你的保护掠看阮，互阮受到你的保护。这时，我们开始阮的礼拜。愿主你看顾阮礼拜的听书，自头到尾拢一尽顺利。虽然今仔的设备有一寡状况，总是主无法度阻挡阮来敬拜阿罗你的名。愿主亲身甲阮同在，看顾保守。愿将今仔的礼拜。恭敬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亲身引带带领，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我的心静静，全部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动摇。请大家用主祷文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
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这是来启应，启应文29篇，启应文29篇就是诗篇119篇。我来启，恁来应。行为无通指责，生活遵行上主律法的人，即款人真有福气。听从上主的教示，专心寻求伊的人，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着遵行上主你的话。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求你，互我无偏离你的诫命。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才免犯罪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我的心悲伤到要喙齿。求你照你的应允，互我恢复元气。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施恩教示我你的律法。求你，互我无意爱虚假。照你的话使我活命。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对你的应允，我得到活命。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互我学习你的规律。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早就伫苦难中灭亡。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规日哪念哪想，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一下解释就发出光，连王公直的人嘛未了解。你的公义煞到永远，你的律法真实。这是要来吟诗，信诗第200首，信诗第200首。天顶讲起上帝荣光，天顶讲起上帝荣光，强冲暴扬主招全，日暝三煞无言无语。传出财物真丰富，请起日来吟。上帝讲起上帝荣光，强强奔涌主招全，日暝三煞无言无语，传出财物真丰富。因的声音无通听见，纯真遍满到地边。因的言语到地万邦，主为日头安丈邦。上帝律法到基照明，互人深深地活起。伊的眼睛确实有意，戆人听了有知识。我主上帝真的教示，为互人深深活起。遵命上帝训诫命令，为互人目睭光明。我主上帝困苦照伴，恳求你来救赎我。我嘴所讲，我心所想，愿你接纳那朋友。请坐。这是请大家额头来祈祷。
阮伫天里的爸，你是阮唯一的拯救，是阮的真理。阮要开喙来敬拜学罗你，因为你是牵伫阮学罗的。虽然因为疫情，互阮袂当伫教会来聚集，袂当伫教会来敬拜学罗你，毋过阮也是要感谢你，互阮会当利用伫网络面顶来聚会，互阮逐人伫同一个时间，伫无同的所在来敬拜，来听叹你的话。你捌讲过，因为不论什么所在，有两三人伫我的名聚集，我也伫因中间。感谢上帝，伫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互台湾即块土地会当平安，无因为疫情的关系受到真大影响。毋过对今年5月开始，台湾的疫情突然变化，就愈来愈严重。毋但是侪人得到肺炎，每一个人的家庭、生活的方式、台湾的经济，拢受到侪影响。主啊，阮知即时阮应该搁较爱专心全意来亲近你，来仰望你。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伫即个困苦的时阵，会当受到你丰盛的恩典，互阮会当看到别人的需要，去帮助因，成做因的祝福。也求你帮助阮，拍开阮的心，互今仔日所领受的信息，成做阮心灵的灵粮。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拢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救赎阮平安。阿门。这是来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3章31到35节。马可福音第3章31到35节，伫台语汉语本的圣经新约第42面。现着我来读马可福音第3章31到35节。伊的老母甲伊的兄弟来徛伫外面，找人去叫伊。有规阵的人为伊在做。有人甲伊讲：“你看，你的老母甲你的兄弟伫外面在找你。”伊就应讲：“什么人是我的老母、我的兄弟啊？”就四界看遐个为伊在坐的人，讲：“你看，我的老母甲我的兄弟，因为既若行上帝的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这时，请圣歌队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阮这时代的祈祷》。
即时请柯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兄弟姊妹。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因为咱设备的问题，所以恁无法度看到牧师。咱的设备伫早前为着疫情的关系，咱开始将咱教会现有的设备来做放伫网络顶面，互无法度来到教会的人会当伫厝内底来收听收看。总是咱的设备无法度进入伫即个时刻会当随时来完成咱伫直播方面的一个真较全的设备。所以今仔早起，咱的同工真早就来到教会，开始咧设定，开始咧准备。不过伫拄则要开始进前，咱的设备犹原有一寡问题无法度排除，所以即马恁无法度看到牧师。不过伫昨的时，阮已经有演练过，无想到阮所担心的问题，今仔早时犹原阁发生啊！伫遮来大家讲，咱为着咱教会伫直播的时间顶面，咱做伙咧祈祷，恳求上帝，互咱的直播的遮时间，无论是咱同工愿意将家己献上伊的时间来完成即个时间以外，嘛恳求上帝，互咱的设备会当一步一步来更较好。将即个直播的时间会当做更较较全，会当互正兄弟姊妹伫厝里咧礼拜，哪亲像来到教会礼拜一样。所以今仔日真抱歉，互大家无法度看到镜头，只会当看到荧幕顶面遮的 PPT 的字尔。今仔日是咱疫情开始以来第4个。即个伫线顶的直播的时间的主日，毋知大家即几礼拜过了如何呢？咱同心来祈祷，被上帝伫你面前，你听阮，你爱阮。虽然疫情的关系，总是伫即个过程中间，主你爱阮学习的，求主你启示阮。伫即个过程中间，阮所造成的不便，恳求主你带阮行过这一切阻碍。即时恳求上帝你的信心，甲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互因伫厝内面犹原有领受到上帝你要对因讲的话。伫因厝的内面，上帝你犹原成做因的帮助甲快乐。即时我们将即个分享放伫主你的面前，愿主互阮听到，互阮分享的，拢会当得到利益。愿恳求上帝，你亲身运行伫这中间。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即几礼拜大家过了如何？毋知恁的生活有做甚物款的改变无？我想伫工作、伫生活中，咱拢受到一寡挑战。疫情影响到咱，疫情将咱过去咱习惯的生活的方式，拢做改变啊！咱是互这疫情做改变，我想足侪人无愿意，总是无法度一定爱来做改变。咱改变了甚物？咱改变了真多，不止咱的行为、咱的生活做改变。我想，当咱的心嘛有互即个疫情所影响。我知影每一个人拢足想要转去到过去迄个生活的方式。过去会当真自由出入，会当真自由去到菜市仔买菜，会当真自由甲人会当聚会。不过，真正无法度阁转去啊！真的回不去了，因为疫情开始影响到咱，互咱有一寡改变。
虽然咱会当渐渐恢复，敢若有一寡代志，咱会当恢复较早前共款。不过，这中间嘛增加真多的条件。像咱即马若要出门，咱拢会戴喙安。像咱准备入去迄个店面要买物件，来用手机来做迄个简讯10连字，等等足多，拢已经开始无共款啦。咱真正无法度搁转去过去迄种的生活，所以咱在面对即个情境内面，咱来做一个新的改变。即个改变要帮助咱看到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生活中会稳定甲疼痛。最近新闻常常出现这4字“同岛一命”，共一粒岛内面，咱拢是共一条命。这句是一个鼓励的话，咧鼓励大家咧共同面对这个疫情，咧鼓励咱伫这疫情的中间，咱爱互相扶持向前行。这个句话是建立伫共同咧对抗这个武汉病毒的这个方面。咱伫这个中间，咱生活伫台湾这个水的土地顶面，一个人得病，会传染到全岛的人。所以伫过去这几礼拜，咱拢真自律，咱无要凊彩乌白出去，无要乌白自疾，为着就是要不互这病毒有机会去传染出去。咱应该是一体，无分彼此。咱应该是共同咧面对这个病毒。总是伫台湾岛屿人民，咱有无共款的意见，咱有无共款的想法。不过，咱都应该共同咧面对咱的敌人，就是病毒。那呢？对今仔的局势内底来看，对今仔日牧师的题目内面，我有一个问题会当互咱想的是：什么人才是我的兄弟姊妹啊？伫今仔日这种环境的中间，啥人才是我的兄弟姊妹啊？那呢？要真做兄弟姊妹，有什么款的条件呢？咱若对于咱的血缘、咱的亲族，咱讲咱的亲族内面，咱拢共一个姓。咱有姓张的，有姓苦的，有姓林的，有足多姓。咱用咱的姓来成做咱的血缘的关系，会当成做咱是兄弟姊妹的证明。这个无问题，也是咱会亲像咱讲的结拜的方式。咱常常会看到伫电影，也是伫实在生活中，有人会怎做结拜兄弟，迄嘛是一种方式。也是有其他的呢？敢有其他的会当互咱成做兄弟姊妹的条件呢？今仔的经文。耶稣伊开始咧传道理，当耶稣开始行出去了后，有真侪人围伫伊的四周围，对伊一个乡镇向前行去。伫耶稣每经过每一个所在时，耶稣医治人，耶稣教示人，可以明白上帝的道理。耶稣伫这中间嘛竞选门徒。即阵对着伊的人，拢有听到以及看到耶稣的作为。因看到耶稣安怎医治，耶稣安怎看顾人，耶稣安怎教示人，因拢知。所以当耶稣转去到伊所徛起暗时要休困的时，即阵人无要散去，因继续围伫耶稣的四周围。直到经文讲，伊无时间通休困，连食饭的时间拢无。因为耶稣继续咧服侍遮所有的人，遮所有需要的人来到伊面前，无论是身体是心灵的，耶稣拢悠然咧看顾保守伊。伫这个时刻，耶稣的老母甲伊兄弟来啊！
因来到即个耶稣的所徛起的即个所在，伫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拢有记载今仔日的即件代志。马太甲路加福音记载的经文真短，伫马可福音咱今仔日所读的记载较长，嘛较详细一寡。耶稣的老母甲伊的兄弟来到因的中间，却无法度见到因，无法度看到耶稣。迄是因为耶稣的边仔围真侪的人，真侪人伫边仔抵到因，无法度入去看到耶稣，所以因只会当徛伫外口，需要请别人入去甲耶稣讲：“你的老母、你的兄弟来啊！”耶稣伫厝内面悠然咧教示人。我想，当咱若听到咱有亲情朋友对远远的所在来的时阵，有人甲你讲，你会安怎的反应呢？我想今仔的经文无讲为什么玛利亚甲伊的兄弟要来到耶稣这个所在。不过我咧想，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因为拿撒勒的徛起的所在，到加利利的河边的即个耶稣今仔日所住的即间厝的，我想伊心内咧挂入耶稣。即个囡仔开始咧传上帝的话，真侪人来围围伫伊的身躯边，伊已经引起一寡人的反对，一寡人的目眶真红赤，要甲伊抬，一寡人要甲伊辩论，伊行的异地的信念，互一寡人感觉真戆影。无论伊是耶稣是安怎的行为，我想一个做老母的，悠然的烦恼、的担心。经文无讲玛利亚甲伊兄弟为什么来到这个所在，总是我想这中间有可能是安尼的担心。各位兄弟姊妹，你有亲人，也是你真至好的朋友，因伫外国、外地，可能伫中南部咧生活，你也是咧工作，你会烦恼袂？你会挂念因袂？特别咱若看到，比如讲屏东出现一个病例的时阵，你会随打电话去了解无？咱拢会担心咱的亲人好友因的安全，咱拢会烦恼这个疫情是毋是影响到因的性命？耶稣四围坐真济的人，所以这群人就一个传到耶稣的边仔，甲讲：你的老母甲你的兄弟伫外口咧找你。咱若听到安尼，咱一般的人的反应是啥物？有可能会咱会安尼讲：哦，请因入来到我的边仔，也是讲啊，我出去迎接因。不过耶稣的回答却出人意外。耶稣的回答是：啥人是我的老母，啥人是我的兄弟。听起来，敢若耶稣无要信任伊的老母、伊的兄弟来找伊，也是伊咧怀疑讲，到底来找我是毋是真正是我的老母甲我的兄弟咧？耶稣到底咧讲什么？耶稣咧想的是什么？因为伊讲啥人是，啥物人是？我想耶稣要表达的，互咱真正抓袂着。毋知耶稣所要表达的是什么？甲一般正常人的反应无共款。耶稣看四周围的人，伊四周围真济人，无论伫厝的内面，也是伫外口。耶稣甲因看了后，看到这群人，已经渐渐互耶稣的教示所影响啊。这群人对加利利、对犹太、对耶路撒冷、对以图麦、对约旦河外，
推罗、西顿，对四围来到这个所在。对耶稣一开始咧传道理的时阵，因就有的人就开始军对耶稣啊。所以这个人对社会每一个阶层来到耶稣这个所在，其中有法利赛人，有经校教师，有咧做生意的，有查甫的，有查某的，有年老的，有细汉的，嘛有破病，嘛有贵妇的。有真侪无同款的人，因为听到耶稣来到伊的身躯边。每一个人来到耶稣的身躯边的目的无同款，有的是真正要来听道理的，要来明白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有的是要来看闹热的，有的是要来找麻烦的，有的要来找医治的，有的直接敢若是伫遐画尔。无论因来的目的是安怎，这群人中间，我相信已经有人渐渐被耶稣的教示、医治、赶鬼所影响。每一个人来到伊的身躯边，想法无同，目的嘛无同款。那呢，咱每一位基督徒，咱来跟对耶稣，你是为着什么呢？你来跟对耶稣，你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讲：看，这个人就是我的老母，我的兄弟。当耶稣看四位的人了后，伊讲这句话，伊讲这个人就是我的老母，我的兄弟。我想在座的人应该可能有一种真奇怪的想法。因互相看，因会感觉足奇怪，因为因甲耶稣无血缘的关系，因只不过是来跟对耶稣尔，因只不过是来看闹热的尔，因只不过只是来找耶稣医治尔。为什么耶稣会甲讲，恁就是我的老母，我的兄弟呢？耶稣煞尾讲，那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我的老母。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我想耶稣要拍破咱的认知，耶稣要拍破咱用肉体俗世的这种兄弟姊妹的称呼。咱对于兄弟姊妹了解认知是用血缘的关系，用咱是毋是一个亲宗的关系。耶稣要拍破，耶稣要将这个理解的层次提升到属灵的层次。在属灵的内面，要称呼彼此是兄弟姊妹，要称呼真做兄弟姊妹。咱大生就必须要实行上帝的旨意。咱爱实行上帝的旨意进前，咱爱承认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这位耶稣是你生命、你个人的生命的救主，无别个会当取代。所以你需要先承认。那呢，伫上帝恩典的内面，伫基督的救赎的内面，咱才有法度伫这个共同的上帝听的内面做一个结连。伫属灵的内面，咱才有法度彼此称呼兄弟姊妹。那呢，咱若愿意，你我愿意伫生活中实行上帝旨意的事。咱就伫基督的内面结连做伙，所以伫基督的内面，咱正做一体；伫上帝听内面，咱是一家人，咱是兄弟姊妹。那对安尼来看，即摆局势内面，啥人是你的兄弟姊妹？啥人是咱的兄弟姊妹呢？咱会当对血缘、对信仰，也是讲咱面对的对敌，也是病毒，
咱有一个结连做伙的时阵，咱就当称呼做兄弟姊妹。那安尼来看，顶一届台湾受到真大疫情的影响，是对1918年，迄阵有一个西班牙的流感，有70多万人的台湾人受到感染，25000多人因为这个流感死亡。伫今年2021年，每一天咱拢看到得到武汉肺炎的人的人数一直咧增加。伫每礼拜二每一天的2点，伫每一天的2点的下晡的2点的时，咱拢看到疫情指挥中心咧宣布这个数字。伫医疗的病所还是病院，有即个医护人员还佫伫迄个前线咧征战。不过即几天，咱看到丧失性命的人嘛袂少。伫即届疫情，甲100多年前的疫情，其实有无共款。那对咱来讲，医疗有进步，咱每一个人的教育有进步，咱的社会嘛咧进步，咱的资讯的传播嘛真紧，咱对抗这个病毒的方式嘛真紧就反映出来。伫全球化、地球村的影响下面，这个病毒其实毋是敢若伫台湾这个所在。伫过去一年，全世界病疫情这么严重的时，上帝保守咱台湾，互咱有这段时间会当持守了真好，互咱伫这段时间有这个疫苗会当出来。也毋过病毒，伊袂分地区，伊袂分人种，伊袂分大细汉，伊真将这个病毒，伊就互正人拢会得到甲感染着。台湾伫过去一年内面，咱付出一寡，咱会当做。所以伫去年有一句讲台湾 can help， 咱将咱的防疫的物资、咱的喙安、咱的防护衣、咱的面罩等等这些，咱用台湾 can help 送出去，互真侪国家。咱无想讲未来要安怎来回收。伫昨日，咱看到真侪新闻咧讲，日本将因的124万的疫苗送互咱。人就讲，这是因为咱伫10年前，当日本大地震的时，咱台湾对因的付出，所以日本人真感谢咱台湾人。我会记得伫10年前，日本大地震了后的过当年，总会组一个团队去叫做救灾中建队。我有这个机会参与伫这个中间。了后，过当年去的时，日本人对阮去救灾，因真恶想象，因为因讲因家己日本的人，因的青年拢无愿意去做这个救灾中建的工作啊。总是恁台湾人有缘去派人来帮助阮，因真感动。所以今仔日咱会收到这个124万的疫苗的时阵，我想这是咱过去所付出，咱无想到10年了后，咱会得到日本的一个回馈伫这个中间。啥人是咱的兄弟姊妹？什么人才是咱的兄弟姊妹呢？我想要讲啥人是咱的兄弟姊妹，这句话是要建立伫遵行上帝旨意的人的身躯顶。这句话代表着咱要互相扶持，彼此相挺。因为基督为咱钉伫十字架顶死，
这是上帝对咱的疼所显现的。咱愿意奉献家己的气力、家己的能力、家己的时间、甲金钱去帮助的时，伫这个时期，我想咱就是展现出对上帝来的疼，互上帝的疼会当传播出去。无论安怎，咱每一个人拢伫这个疫情的中间，咱做上帝爱咱做的代志，咱做上帝所喜爱的，好，咱彼此诚做兄弟姊妹，是因为咱每一个人拢实行上帝的旨意。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伫你的面前，阮献上感谢，感谢你，互主耶稣道成肉体来到阮中间。你疼阮每一个人，互通过耶稣基督的疼，帮助阮明白，伫你的疼的内面，阮彼此是兄弟姊妹，互阮会当遵行你的旨意，互阮将你的疼会当分享出去。愿主看顾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疫情的中间，依然会当用上帝你的话、上帝你的启示，将你的疼分享给阮身躯边的人。愿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阮心。吟诗信诗第530首，信诗第530首，我所亲爱兄弟姊妹，我所亲爱兄弟姊妹，大家拢着相疼。有疼的人对上帝生，搁捌上帝的疼。请起立来吟。我所亲爱兄弟姊妹，大家拢着相疼。有疼的人对上帝生，搁捌上帝的疼。无疼的人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疼。上帝旨意成行降世，互咱得着活命。毋是万物相疼上帝，是伊来是疼人。求主为咱做咱的罪，为他在地积攒。我所亲爱兄弟姊妹，大家拢着相疼。上帝疼咱多到安尼，就我也着相疼。请坐，即时来奉献。当咱经历甲孝顺上帝恩典的时阵，咱嘛爱回应
上帝恩典，所以即时咱要用心备办来奉献。教会即马有提供3种的奉献方式，第一种是长效汇款的方式，第二种是送到教会，第三种是家己先用钱袋仔先收起来，等到疫情较稳定，会当聚会的时阵，再摕来教会奉献。期待伫这段因为疫情较困苦的期间，咱的敬拜、咱的性命会当有成长，拢袂断去。若是有兄弟姊妹想要了解详细奉献的内容，会当甲干事提。这是来报告。伫报告的内心，咱先来读2摆的经句。因为既若行上帝的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马可福音3章35节。因为既若行上帝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马可福音3章35节。下周主日的圣工分担，下周主日的圣工分担，主理是黄中建传道师，司礼是曹明香执事，司琴是张丁显弟兄，音控是彭兆亮执事，还有周宏邦弟兄。后礼拜的聚会内容，拜二有读经班，拜三有查经基督会，拢欢迎兄弟姊妹来参加。下周的讲道，主理是黄传道，伊要讲的题目是水的脚印。圣经记载伫罗马书第10章13节到18节，信息课英文甲有各经句，拢请家己来看。教会的消息甲报告。第一点，教会130周年的纪念册，经过到6月30号为止，欢迎兄弟姊妹会当来投稿。第二点，本主日礼拜了后下晡2点，要伫130周年纪念册赖群组，要召开网络的会议，请有相关的同工爱会记来参加。第三点，为着方便各位兄姐来奉献，教会有提供户头的地下面，若是有要转缴汇款的兄姐，拢会当用这户头来汇款。请一定爱注明你的名甲要奉献的项目。汇款了后，嘛会当打电话到教会来确认。第4点，因为疫情的关系，教会有成立一个伫疫情期间会当联络的赖群组，要邀请所有的会友会当参加，方便来联络。第5点，大团契实体聚会拢暂停，恢复的时间爱等着教会来通知。第6点，
因为即马无实体聚会，所以教会有提供伫 YouTube 网络顶面有直播的平台。若是就是伫 YouTube 的头一面顶搜寻文山教会音控室，也是用下面的 QR code 拢会当找到。即是来因要面试。报告一下。各位兄弟，今仔日因为咱设备的关系，所以咱看到咱的荧幕，敢若倒屏差不多1/3的部分是咱用的即个文字的 PowerPoint。原本咱伫正屏这差不多2/3的是要放咱的镜头的画面，不过咱的设备因为有一寡状况，所以致到咱今仔日无法度看到师会也是牧师，也是司琴的服侍。不过，阮会努力将这个问题来克服、来解决，嘛恳求兄弟姊妹为咱的直播的事工来代祷。多谢大家。即时来因要面试，信息390首，信息390首，乌老天父万福本源。请起立来因，因时线请柯牧师来祝祷。乌老天父万福本源，愿你叫大仁爱交织。乌老耶稣救我罪犯，为我做过生命万光。乌老细心感化罪人，救赎灵灵，不悔的心。乌老心悲心定信心，三位一体，即心即心。阿门。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互咱伫疫情的中间无惊吓，有平安，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别倒。
今仔日咱第半礼拜到这个所在，愿上帝亲身看顾咱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好，谢谢。